榮獲提名最佳原創音樂劇包括陳慶圖《而家旅行》、同流。黃以禮少年神龍的搖滾獨白音樂劇作。黃以禮多士妹暢遊拔飛潮大細路劇團。噴噴噴，我要通處噴！噴噴噴，我要通處噴！噴噴噴，我要通處。好刺激啊嚇！好多年好輕人年輕嘅人。好，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就邀請最佳女主角悲症劇嘅上一屆得主者趙依依美女去為我哋頒布得獎嘅人係邊個咧？究竟係同時有兩項提名嘅嗰位咧，定係仔仔得獎嘅係陳慶圖？而家女孩。你值得㗎，耶！請講下你嘅得獎感言。大家好，我係阿伯。我準備咗啦，我開一開鎖先。多謝劇協，多謝咁多位評審投我哋而家女孩一票，多謝同流，多謝豬仔老師，多謝豬仔老師俾呢個機會我呢個未寫過音樂劇嘅人去寫呢個音樂劇。呢個獎咧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係我哋成個而家女孩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一齊去創造出嚟嘅。我要多謝我音樂總監阿邦、Sing Coach 哥哥，係你哋兩個一直照顧住我，一直教我好多嘢去繼續寫落去。由第一首歌，我諗我寫第一首歌嘅時候，我10隻手指我都未寫過咁多首歌，跟住要開始寫一個原創音樂劇，跟住之後慢慢寫，你哋慢慢教我點樣寫。跟住我要多謝我哋成班主創、導演 Eva、編劇阿樂、填詞 Maha、Coco、雞仔、希彤，多謝你哋一直信我。我仲好記得我哋喺地鐵站喺度仲喺度開會，喺地鐵站放11點一齊開會，一齊去寫歌。然之後多謝1.0嘅演員皮蛋子峰 Richie，2.0嘅演員 Mida、Hugo、Marco、阿 Yan，1.0嘅樂手 Stanley 車人，2.0嘅樂手阿 Knock、On、阿樂、Kelvin， 編舞瑤瑤，後台阿 K、阿奶、Hugo、Hilda。仲有一眾 designer Norman、馬仔、Melissa、Kitty、阿坤、Elfie、MC， 多謝咁多位入場支持我哋而家女孩嘅觀眾，冇你哋會有而家女孩呢個 show。最後我想多謝我嘅 Papa 媽媽，多謝你哋咁多年嘅照顧，俾我一個好好嘅環境去想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呢個獎唔係終點嚟嘅，呢個獎係我起點嚟嘅啫。我會繼續努力，我會寫更加多嘅好嘅香港原創音樂劇出嚟。多謝各位，多謝。